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錢錢，卡嘉里嘅地產經紀。今集我會同準備賣樓嘅朋友講下，賣樓前有乜嘢要準備。每一間屋都承載着屋主嘅生活點滴同故事。而當呢間屋準備迎接一位新嘅主人，延續另一段回憶嘅時候，房屋需要再次發出光彩。無論你係想賣得快，抑或賣得貴，細節往往係決定嘅因素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賣屋前需要注意嘅事項。第一係文件，好多人到賣屋一刻先揾唔到份獨立屋嘅 Real Property Report， 又或者加咗冷氣機，冇去更新嘅圖紙。買屋之前咧都應該先準備好嘅。睇屋同睇人一樣，第一個印象係非常重要。好多客人睇樓一睇就十幾間，點可以令佢哋留下深刻嘅印象？可以喺眾多房屋之中脫穎而出。第二係採光，大部分客人都中意間屋光光猛猛，缺乏自然光嘅屋顯得陰暗又壓抑。你可以採取以下具體嘅措施，優化室內嘅採光，展示房屋最佳嘅狀態。地產市場咧都係有週期嘅，上市嘅 timing 咧好緊要。嗱，好多屋咧都喺4月或者5月上市嘅，嗰陣咧就啱啱過完個冬天，玻璃窗咧污糟到一塌糊塗。嗱，最好咧就揾間專業嘅抹窗公司徹底清潔一次。嗱，因為好多窗嘅位置咧，自己係好難抹得乾淨㗎。抹親之外咧，仲要抹燈，確保燈膽冇燒咗或者暗淡。如果有啲地方光線不足咧，可以加裝台燈或者係落地燈，或者係換晒 LED 燈，增加光度。第三咧係氣味，大家都明白加拿大咧係多元文化，不同民族嘅屋咧都會有不同嘅氣味。有啲簡單嘅方法咧，好似蠟燭或者係香薰，都有除味嘅功能。當然啊，嚴重嘅咧就要揾專業除味嘅公司啦。最後咧就係收拾啦，雜物越多咧，顯得間屋咧就越細嘅。係時候咧就斷捨離，或者係至少將啲唔常用嘅嘢入箱，先放入車房裏邊。出售房屋不僅係一個交易，更係一段新嘅里程開啟。通過對呢啲細節嘅用心修復，你唔止可以贏得買家嘅青睞，仲可以為房屋賦予一個新嘅價值。如果大家咧準備賣屋，又唔知點開始咧，又或者唔知點揾以上嘅服務公司，都可以聯絡我錢錢卡嘉里嘅地產經紀。嗱，我已經有28年嘅地產經驗，一定可以同你哋間屋賣得一個好嘅價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